哎，那就好了。喂，300路，您好。找不见你那个地方，怎么走啊？到右侧有几个蒙古包。到右侧看见蒙古包，然后右转吗？对对，看蒙古包右转就到我们家了。一会儿见。行。红鸡肉放上，羊胸口放上。好嘞。哎呀，来客人了，好好迎接一下。咱们这雪后吧。哎呀，太冷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还带了一个好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家里做客。谢谢，谢谢。来吧，哎呦，太冷了，走走走，快回屋。哎呀，暖和，暖和吧？这是自己做的牛肉干啊？对，成上。你看现在像外地的这个牛肉干啊，真的都不一定是真的牛肉干了。这是咱们自己做的鸡米丹和萝卜。应该来壶奶茶才对，没有奶茶吗？想熬来的，然后就等你来了。那我这有一台车，用我的车来，我给你熬壶奶茶。哎呀，好冷！看看我这车，山海炮的HiPo-T性能版，我给你表演一个。好嘞。用这台车来冲奶茶。我这个小锅开关都开了，都开了，没问题。都开了。哎，熬奶茶吧，先放茶叶，上颜色。看这个暖和吗？有了这个，那再冷我也不怕了。我先感谢大自然，然后咱们拿进屋吧。喝热腾腾的奶茶，谢谢。我们先感谢大自然。吃饭吧，你们别客气，那个沾着韭菜花吃。咱们喝好茶，吃好肉，去看骆驼去。我给你们切这个羊胸口，中国的客人来的时候咱们煮的。咱们这胸口看着肥，但是吃起来香。这个吃手把肉都带肥肉吃。这是咱们的团结肉。一桌人，每个人都要分享，都尝尝。咱们吃饱了，就照顾骆驼吧，让他们也吃饱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回去拿来电瓶，给骆驼放点水吧。用我那个HiPo-T，它能放电，用它多省事啊。咱们这个一个圆空就够了，也能吃1个星期。那还有那么多呢。好嘞，去喂水去，走吧哥。走吧。哎呀，太方便了，我第一次体验。哥，我开您这个车，享受体验一下呗。没问题啊，我换一下车，我开你的高喊版，你开我的HiPo-T。我感觉这个车开着挺舒服，里面也挺宽的，我这种体重的人坐也挺舒服。哥，开你这个车舒服呀？是吗？我那个是带电的，所以说它开起来会更轻快，动力也更好。这个车咱们这种寒冷的地方真适合，各种加热都有，开起来非常暖和。这车对，我们这寒冷还是多考虑这个暖和这个方面。哥，咱俩继续看夕阳去吧。走吧，出发。出发。